再来看行政院今仔宣布房屋税差别税率2.0的方案，针对囤房税的修法提出2大方向，包括现在是县市规划，未来改做是全国规划。现在的税率超过3间厝会封扣上悬3.6%的税，新的囤房税按算要扣到4.8%。今年的9月底法案会送行政院，年底进前会甲立法院各党团来沟通，顺利的话，明年的7月份会实施，2025年的5月份会开始来征收新制度的囤房税。房市搁再投入震撼弹，行政院会今日公布房屋税差别税率2.0方案，未来修法会来加重囤房税，希望会当来落实大的正义，减轻大的负担。这个政策这个走向，这样还应该是不错啦。就是以我现在也是年轻人的角度来想，打不打房，也回归到原本的屋主的心态都要买贵，都要卖贵。那其实这样一直循环，让年轻族群是永远都买不到房。我们是授权地方政府，过去是由地方政府可以视情况来订定，以后我们将要求地方政府都必须订定所谓的差别税率。根据了解，目前规台湾亲像台北、桃园拢总有10个县市落实囤房税，六都内底敢若有新北市无来实施囤房税。不二个修法了后的囤房税，为即马现行的县市规划改做全国规划。假使若是单一住大的厝，伫一定的金额以下，税率会为1%甲降低到1%。不二个若是讲非住大的房屋，囤房税上悬为即马的3%6会当提悬到4%8。也就是讲，假使民众若有6户房屋，敢若有3户是家己住的，剩的3户是非住住，安尼就来算是囤房税的范围。不二个民间认为讲，调悬囤房税的效果，这是有限啦。你的税没有重到促使它改变说，那样我就不要控制，我拿出来出租，拿出来使用，已经失去了它立法的目的。所以我讲它是一个无效的囤房税，用加税的手段，用管制的手段。那如果说正常的商业用这种管制，讲白一点就是走回头路嘛，就是把量减到最少。建商认为讲，新厝是待售商品，不是囤房。修法了后，可能会致使未来新厝的量缩去。房市的经营会失去平衡，更加不利压制房价，嘛有可能会产生租金转嫁的效应。这项新的政策，假使若是要伫明年7月要来上路，后年的5月扣税，还佫有真侪行政作业要克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